2025日本短途馬錦標隨時開閘預備。起步嘅時候啊，比較慢啲咧，結果係嗰隻大旅途慢閘喎。前邊應聲彈出啦，一對快啲啊！出邊位置6月寶兒啦、紅馬路啦，今轉貴人都唔係好慢嘅，暫時喺第5位度㗎。入邊方面位置咧都見到隻純魔法啦，今次就唔會留得太過後啦。巨星配對守住中間第4、5位度啦，喺佢隔離外側位置咧，李健夢境啊，純魔法守住內欄第3啊，豪情就守住第4。出邊位置啦，慢慢上緊嚟大海女神啦，中間啊仲有呢隻咧就係李健夢境啊。今轉貴人開始落緊邊啦，飛出去大外檔咧，仲有隻賢德之君啊！今轉貴人俾人揾一揾嘅啫，入到嚟最後直路階段，紅馬佬啊暫時佔多啲喎。入邊位置咧見到6月寶兒都仲幾人，後少少嘅純魔法單打獨鬥啫喎。前邊紅馬佬排住個大外檔，力壓住入邊嗰隻6月寶兒，紅馬佬啊贏啊！入邊位置6月寶兒跑過亞軍，第3名咧要影下相啦。外邊內村佳瑩定係中間位置見到李健夢境啦。結果排住16檔紅馬佬，呢隻馬佬犀利啦，縮落嚟跑1000米一樣可以照贏。克服呢個大外檔就係要擺前面走，但係6月寶兒都幾韌喎。好啦，但係今轉貴人可惜啲，入到直路咧重重圍困啊！梁家俊想叫出嚟，睇到外邊咧有馬封住佢啊。咁啊，結果今屆日本短途馬錦標外檔位置16檔，紅馬佬力壓住入邊6月寶兒贏，跑第3名要影下啦。外邊內村佳瑩啦，定係李健夢境啦？唔同個際遇係咪有啲唔係咁理想？有第一個檔位問題啦，10檔好似對佢影響都大啲，同埋加上呢場呢個賽事段速係非常之快嘅，佢段段加速落去嘅，同香港嘅跑法唔同。即係香港咧搶完閘之後，大家都有機會留一留，佢呢度唔係，全程係快放啊，所以佢做個時間係1分06秒幾，係非常之快嘅時間嚇。可能家長嗱咁啊，啱啱跑嗰陣君轉貴人啦，咁啊沿途個際遇係咪都唔係太過理想？係啊，咁佢出得唔慢嘅，咁 ideally 都係擺喺4、5位啦。咁出邊有幾隻馬係咁壓住佢，咁另外一隻馬喺800米都大約一個馬都冇去到，一埋咗嚟，咁我顧住都要收慢。跟住之後再有隻賢德之君都沿途都向住佢施壓，咁所以我哋咁大隻馬佢走起上嚟好唔順咯，比起香港。咁然之後佢沿途壓住，跟住500米人哋一 speed up 嗰陣時，我隻馬未有做好個平衡，佢加速唔到。咁然之後 last 100米先衝得順。咁我覺得呢度啲步速同香港唔同啦，同埋佢受施壓，佢做唔到佢應有嘅嘢咯。俾你感覺嗰個速度感前邊一對快放馬係咪真係好快好快？哇！佢哋同香港唔同，香港係出閘快過呢度，但係300米之後開始就會回氣，但係呢度 roll 完之後就繼續走繼續走，咁所以出邊啲馬咪 keep 住 roll 就壓住佢咯。咁佢隻馬第一次佢個步速好唔同，佢都唔係話跟得好順咯。咁啊，今轉貴人俾你嘅感覺啦，喺閘前咧或者沙圈上完馬之後咧，佢有冇啲好緊張嘅表現？都冇啊！今日其實我覺得佢表現好穩定嘅，即係佢閘前啊、做熱身啊或者行啊，佢都做翻好自己。咁個閘度都比以往定啲，出閘都 sharp 嘅，係之後個步速唔一樣啫，同香港。OK，thank you Derek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